以回向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祖先，跟我们的朋友。那希望一些无形的大德可以远离他们。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或许呢，刷来呢，要来稍微问答一下7月份7月份，搁8月份的一寡课程，搁有一寡活动7月13呢，阮有一个线上道义班，阮的讲师是雷安讲师，阮是用线上的方式，线上的连结阮两用历史会当听，连结的所在呢，请各位组长就是各单位组长搁会发到群组若未加入咱群组的呢，咱会当来请阮的各单位组长甲阮同工，浅恁的手机加下来，会当用手机听安尼。7月18甲19呢是咱的迄个中小学营搁有明德精进班，这班呢，中小学营就是即马暑假嘛，厝边有一寡孙，就是国小甲国中、高中呢，阮伫营队伫新园山，阮的中心佛堂呢，阮有办营队。即马目前的消息是，迄个小学营就是已经今年已经爆满中学营呢，就是小六甲高中呢，各有几位名额，搁伊的线上呢报名的资讯已经关起来，搁即马搁有出几个名额，若有需要的呢，跟后学讲，后学赶快来帮各位先报名，伊的报名费是一个小朋友500块这样子，因为包含2天吃饭住宿的一些费用后学想要特别分享一下，因为阮这个营队其实不是单咱爱上尔，是规个义和圣堂规个8个单位拢有一寡像后学比较年轻一辈，然后的一些副职讲师，拢会来大家做伙来办这营队这营队主题今年的主题是百孝经阮每一年拢会无同的主题，借由这2天的营队除了有圣意外，嘛有一寡教育品格的课程，咱互学生呢，会当耍的过程当中，嘛会当了解一寡道理你看照片呢，就是阮中午的时阵拢食足好的拢有菜一汤，搁有水果其实小朋友就是因为后学以早就是暑假的时候就是拢会去会去含实在一寡别的单位，也是一寡小朋友拢同年纪的，所以呢课程当中呢，后学嘛感觉足有趣味的过程当中嘛有含一寡即马以早细汉做伙